哎呀，说起保安队，我差点忘了，明天早上我们队长给我们几个优秀标兵开晨会，我还得起大早呢。哎呦，我那个报告我还没写呢，不行，我今天晚上我得连夜我得给他写出来啊。你照顾好你爸啊。哎，那我明天下班来看你啊，哥。我去了啊，拜拜。不送了，姑、别送我啊，你慢点。好嘞。喂，梅雅，我在医院住院部的外面等你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好。爸，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了，我得下去一趟，跟他说2句话，我很快就回来了啊！我马上，你别担心。哎。我想通了，你不是要分手吗？我同意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1000万。补偿我精神损失。只要你答应，我这辈子我绝对不来烦你，绝对看不到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保证我会缠着你，我这辈子都缠着你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等着。保安部吗？陈哲现在在我办公室里骚扰我。好，我们马上到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梅雅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我爸还在里面等我呢。
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亲生父亲郑一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泰国的绑架案是我跟他一起谋划的，但是我只是要钱，我只是要钱而已。但是他要我们死，他要杀我，他要杀欧阳，他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。这是昆塔的手机，里面有他和郑一鸣所有的通话记录。我相信你不希望我把他交到警察手里吧？最重要的一点，手机，一台手机，那个绑匪头目昆塔的手机。在陈哲和他消失之前，我亲眼见到昆塔使用过这台手机，那就意味着这台手机一定在昆塔的身上，对吗？而当陈哲回来之后，泰国警方并没有在昆塔的尸体上发现那台手机。还有林志国，你知道他是怎么坠落的吗？就是因为他听见了我跟郑一鸣的谈话，郑一鸣就把他推下楼了。但是我已经抓住他了，我想救他的。是你爸告诉我让我松手，让我放他死。他说只要在那杀了他，那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会知道是他让我放他手，所以我才放他手。你告诉我这些，你不怕今后去坐牢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啊？现在就是烂命一条，我又没有亲人。但是你爸不一样，他刚出来，他刚刚要跟你们一双儿女团聚，你舍得让他就这样再进去吗？他这把老骨头再进去可就真出不来了。其实，这次医生提出肾移植的时候，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自己的肾。我想把我的肾捐给我爸，因为我是他的儿子，几率应该会很大。但是当配对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是 A 型血，我爸是 O 型血。所以根本就不匹配，而我妈是 B 型血，所以 O 型和 B 型根本不可能生出一个 A 型血的孩子，明白吗？一直以来，所有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我是欧家的孩子，我也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点。所以这次我从泰国接杜尔南回来的时候，只做了他跟我爸的 DNA 鉴定，我却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我跟你去做一次鉴定。梅雅，我不是你的哥哥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1000万，我要的不多，我只要1000万。
我拿到钱以后，我保证我再也不在你面前出现了。1000万对你来说只是小钱呢，但是它可以买你一家团聚呢，你说呢？啊？陈哲，你从我手里偷走了欧阳在泰国的行程单，你告诉泰国警方，昆塔的死是因为你在跟他搏斗的时候，被他自己的刀误捅进了胸口。但是泰国警方在他的尸体上找到了不止一处的刀伤。你是故意杀他的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你究竟还做过多少丧尽天良我不知道的事情？我告诉你，做错了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。我爸我会让他自首，战胜你，我也会亲自将你送到公安局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110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？喂，喂，你。你干什么？站住！你为什么没去公安局报案揭发我们？因为我不想看到你心里的仇恨继续延续下去，我更不想看到将来这个仇恨会殃及到我的女儿身上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！可是我差一点就害死你了。我这不是没死成吗？一鸣啊，你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了。你现在就是让仇恨给绑架了。作为老哥们儿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上次冲进包房，就是想唤醒你。你好不容易从里边出来了，就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呀。人生哪有这么多的时间纠结过去呀？你看，长陵风风光光了一辈子，这人说走就走了。这人都走了，你还找谁去报仇啊？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就算为了她，你应该珍惜当下，珍惜如今才对，是吧？老林啊，我不光有个女儿，我还有个儿子。
我一直在给我自己泼冷水。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可以想你，即便我知道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，即便我知道你是我的亲哥哥，我还是会控制不住，每天都去想你。现在你订婚了，我也下定决心要接受小丽叔。你突然跑过来，你告诉我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不是我的亲哥哥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办？欧阳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。我不爱徐思雨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。虽然我曾经为了让你彻底的对我绝望，我试图很努力的让我自己去爱他，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心里全都是你。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自私，我也很对不起思雨，但是我不想欺骗他一辈子。在爱情面前，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对吗？你不爱李董，对吗？还没有接受他，对吗？梅雅，当我知道你不是我妹妹的时候，我满心满脑子都是你。这么久以来，我终于感受到了一种踏实。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我要娶你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就是自私。我想共度余生的那个人是你，只有你。也许是偶然，心跳有些慌乱，怎么会开始期待你出现？装作不在意，偷看你一眼，我藏起了。我们相互拥有，相互扶持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富裕或贫穷，我们都彼此相爱，珍惜，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。所以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们一起面对，
渴望能靠岸，再大风浪也不能阻拦。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。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？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，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享受在你的身边，褪去浮华的简单。我要告诉我的父母，你是我欧阳这辈子唯一要娶的那个人，是我要用尽余生都要去守护的那个人，是我宁愿离开欧家都要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哎，不行，最后一句话删掉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可以放弃你的家人。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这么傻的事情。你是说，欧阳是你的儿子啊？我为了报复常林，跟陈哲勾结了这个泰国的臭流氓，策划了绑架案。我还告诉绑匪，要把人质全杀光，包括陈哲。我差点害死了我儿子和你女儿啊！一鸣，命运这东西啊，咱谁也没办法抗争的。我爱着小月，小月想爱着常林，你跟齐云那么相爱，可到最终呢，却嫁给了常林，生活了一辈子。我把常林跟小月的孩子带大了，常林却把你和齐云的孩子长大。这到最后啊，谁都没得到更多，谁也没失去更多，你说是吧？可是我却做了那么多不应该做的蠢事儿，我真是老糊涂。老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去揭发我，给我留一个机会去自首。一鸣，你真这么想啊？人总要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任。我是罪有应得呀。明明啊，作为老哥们儿，我支持你。老哥们儿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咱们再见。喂，你好。董事长，陈哲刚才到公司骚扰你姐，然后把你姐绑走了。
什么？陈哲把你姐绑走了，现在被警方围住了。好，位置发我。好。怎么了？陈哲绑架了我姐。为什么你不告诉他你不同意？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默默去承受呢？梅雅，不是他说不要就不要，说抢回去你就能给他的，明白吗？哥，你那么爱梅雅，你现在这样只是要叫放弃了吗？你不能放弃，我们一起去把她抢回来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就知道梅雅一定会选欧阳呢？你还没有去问过他，你还没有听见他亲口跟你说，你凭什么就放弃了？你凭什么就放弃了？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把他抢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把他抢回来，我们现在就去，我们不去。
总要体面一点，对吗？他从来没有。满意了？你这样满意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？我从头到尾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为你好。我让你当总裁，有错吗？有错吗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好，你不想当总裁，我陪你好好过日子。那为什么你要走？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你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待在我身边？孩子没了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管你要点钱吗？你乖乖的给我不就好了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弄到今天这样？你为什么要弄到今天这样？你满意吗？算了，我累了。像你啊，还有欧阳这样的人，一辈子都懂不了我。像我这样的人的心情，我累了，我想去见我爸妈。我从小没有跟他们吃过一顿饭，这样的孩子多可怜。想想咱们的孩子，咱们下去陪他吃一顿团圆饭好吗？我是人质的弟弟，他们现在在哪儿啊？跟我来。张队，这两位是人质的家属。警察同志，我是人质的弟弟，目前你姐还是安全的。陈哲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，你跟我说说，好吗？咱们没必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。你想要什么？说说看，我们能满足你的，尽量满足你。陈哲，我能过去跟你谈谈吗？现在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小哲，是我，林美雅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儿，没有人进去，你放心，只有我。我现在进去，我去跟你谈谈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你绝对不能进去，太危险了。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儿？警察同志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试一试。我跟你保证，陈哲他一定不会伤害我，你们不要担心。欧阳，现在救你姐要紧，你让我进去。
不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欧阳，如果你现在进去，只会更加激怒陈哲。听我说，尽量满足他的要求，不能刺激他的情绪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引他从车的后面出来。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知道吗？